凯美丰台省等北回铁路甲公路，目前北部要去台东，敢若剩6个飞行机班，一抓上济载420个人嘛，定拢客满。所以就算即马去台东自由行，会当补助1000块，退房率也是落袂到3成。虽然即马咱这铁路的北回线是已经通车，不过交通的安全嘛是互民众真挂虑，旅宿业者嘛呼吁着爱增加飞行机班。 台东休热观光景气无好，地方太了后，初一暗时热气球光雕活动恢复举办，不过热气球嘉年华到目前为止人比往年少，因为受到风台省等北回铁路、各公路交通未通，影响北部民众到台东观光。 本地业者表示，台东县8月份有自由行补助，一房1000块，不过因为交通问题，退房率降到3成。那个暑假的住房率本来有慢慢好起来的一个趋势哦，那在经过这一次台风，那铁公路受损的一个情况底下哦，那取消来到将近30%左右。北部往回东部，风台过后，敢若剩空中的交通，两间航空业者一天分别往回5班，一抓一天上济载350人，网络定位看起来客满。 不过，机场柜台煞出现月位报道率较低，可能是民众烦恼班机拄着天气停飞，如果无陆上的交通会当回停，这款心理的因素影响。本地业者呼吁交通部会当协调业者加开航班，或者是用大飞轮机来载人客。大飞机也不见得有机位可以过来，或者从南回，那成本又更高，所以取消的比例在100%。其实这个周末的。 航班的定位状况真的是非常的满，但是就航空公司的反应来说，其实报到率没有那么的好。休热剩无1个月，台东县观光业一年就靠休热的大月来支持，不过今年却受到大地震和风台交通断气的影响，经济继续真无好。业者呼吁政府会当重视台东的观光问题，协助业者渡过难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